1912年2月，紫禁城最後一盞宮燈熄滅嗰陣，溥儀退位嗰日，佢最小嗰妹仔仲未出世。7個格格，7種唔同嘅活法。有人17歲就喺婆家死咗，有人喺東北雪地度乞食，有人成為畫家，有人做咗一輩子老師。你喺熒幕上見到嘅某些明星，佢哋嘅祖上可能就坐喺金鑾殿旁邊。大格格尹英死嗰陣，先17歲。1924年夏天，佢嫁俾婉容嘅阿哥潤良。呢門親事係溥儀親自定嘅，皇帝嘅妹仔配皇后嘅阿哥，聽起身門當戶對。但婚後兩公婆日日吵架，尹英喺娘家係大女，成日話事慣咗，去到婆家處處受氣。潤良怕佢，家婆睇佢唔順眼，兩公婆連啲溫情都冇。1925年深宵，尹英突然肚痛到唔得，屋企人唔肯請西醫，話皇族女仔唔可以當眾脫物睇病，就稱咗個中醫，話等天光再睇。結果尹英冇挨到天光，二妹允和眼睜睜睇住阿姐痛到死去活嚟，最後冇咗氣息。後嚟判斷應該係急性闌尾炎穿孔，如果做手術根本唔使喪命。二格格允和跟住溥儀走咗半輩子，溥儀去天津，佢跟住；溥儀去長春做傀儡皇帝，佢都跟住。1932年，20歲嘅佢嫁俾鄭孝胥嘅孫鄭廣元，婚後陪老公去英國留學。1933年生咗大女英才，一家人本來喺倫敦過得唔錯。1934年溥儀叫佢哋返長春，住入偽滿皇宮西花園。1945年日本投降，好日子到頭啦。溫和帶住3個女同埋1個仔，喺東北冰天雪地度流浪。鄭廣元靠賣雅樂水換啲糧，後嚟連雅樂水都冇啦，只可以打散工。3個女日日出去乞食。有一次溫和現到2擔缸，裏面浸住死老鼠嘅黃醬，佢如獲至寶，將老鼠撈出嚟，燒火炒黃醬，用雜糧餅蘸住食，仲有咩二格格嘅影子。1948年，溫和一家返北京，純親王府早唔係以前嘅王府啦，全家人靠白開水煮白菜度日。新中國成立後，載灃將王府獻俾國家，分咗啲錢。溫和揾咗份有人員管理運嘅工作，鄭廣元喺郵局基建處做工程師。2001年，91歲嘅溫和走完咗呢一生。三格格尹永嫁俾婉容嘅細佬潤琪，佢係溥儀最中意嘅妹仔，生得正，身材高挑。婚後生咗3個仔女，日子過得算平穩。但1945年日本投降後，潤琪喺逃亡途中唔知去向。溫永一個人帶住3個細路仔，靠出租阿爸留低嘅舊屋雍池生活。1992年去世，享年79歲。四格格允嫻嘅老公1948年去咗台灣，趙其凡係溥儀嘅同學，兩人結婚後唔久就分開啦。允嫻帶住1仔1女喺北京生活，入咗國有企業做工，呢一別就係34年。1982年，趙其凡從台灣返嚟。夫妻重逢嗰陣，佢已經72歲，兩人陪伴住度過晚年。2003年，允嫻去世，享年89歲。六格格允如從小就中意畫畫，佢生母原本係溥儀生母嘅丫鬟，載灃族賢娶咗佢。允如喺皇宮有機繪臨摹宋元名畫，對惲南田嘅媚骨花卉特別痴迷。佢專攻尹派傳統技法，列合寫生創作，慢慢形成自己嘅風格。1943年，24歲嘅允如嫁俾王愛蘭。王愛蘭係今世宗完顏雍嘅第27世孫，都係畫家。載灃睇中呢個後生仔，一來佢係完顏氏後代，二來生得一表人才。婚後兩人發現，居然有共同嘅愛好，喺嗰個年代嘅包辦婚姻裏面，簡直係中彩票。兩公婆日日一齊磋商畫藝。1947年開始，佢哋喺北京北海公園、中山公園舉辦畫展。新中國成立後，兩人成為中國美術家協會會運，喺國內外多次辦展。允如用畫筆完成咗從格格到畫家嘅轉變。1982年因病去世，享年63歲，
老公王愛蘭2005年去世。七格格運寬係最特別嘅一個，佢1921年出生，係最後一個出生嘅皇族成員。阿爸載沣嗰年快40歲啦，特別痛呢個細女。載沣親自教佢讀書習字，教佢宮裏面嘅規矩，但佢冇諗到嘅係，女長大後會徹底打破呢啲規矩。1928年，運寬隨阿爸搬去天津，入咗英國人辦嘅學校。溥儀多次邀請載沣帶仔女去偽滿洲國，載沣一次都冇應承。佢睇唔慣溥儀同日本人混喺一齊。運榮、溥傑勸唔動阿爸，自己跑去咗長春，只有載沣帶住運如、運寬同溥任三個最細嘅仔女留喺天津。載沣話佢哋好好讀書，好好做人，唔好同日本人嚟往。運寬26歲嗰年，開始喺四哥溥任辦嘅京業學校教書。1949年，佢經朋友介紹至得喬宏志。喬宏志係北京四中嘅政治老師，出身貧寒，但學識豐富。兩人好快就相愛啦。載沣唔同意，覺得窮後生配唔上愛新覺羅嘅女。運寬堅持嫁俾佢。佢睇過太多兄弟姐妹因為政治聯姻鬱鬱寡歡，決定將幸福揸喺自己手度。1950年2月12日，佢同喬宏志喺3對新人的集體婚禮上列婚。佢係姐妹中唯一同漢族平民列婚嘅人。婚後運寬改名金志堅，成為精中街小學嘅正式教雲。佢冇皇室架勢，學生同同事都中意佢。1960年，老公喬宏志心臟病去世，先41歲。運寬一個人帶住2個仔同1個女，繼續喺教育崗位上面做。1975年，佢做上北京227中學嘅副教導主任。1979年退休。2004年8月9日，83歲嘅運寬去世。臨終前佢講咗一句：我嘅家族喺某種程度上算係歷史嘅罪人，但我呢一生可以為人民服務，盡一份微薄之力，係我一生最大嘅榮幸。呢句話連溥儀都冇講出口過。清朝滅亡後，愛新覺羅改姓金、改姓關，滿族8大姓氏都紛紛漢化。瓜爾佳氏改關，葉赫那拉氏改那、葉、南，烏拉那拉氏改紐烏祿氏改郎，同佳氏保留同姓。呢啲姓氏背後都係清朝重臣嘅家族。瓜爾佳氏嘅祖先係費英東，清初開國5大臣之一。呢個家族出過鰲拜、榮祿。葉赫那拉氏出過慈禧，同愛新覺羅氏關係最緊密。紐烏祿氏係滿族最古老嘅姓氏之一，出過唔少妃嬪同皇后。新中國成立初期，呢啲滿清後裔都低調到唔得再低調，生怕別人知自己身上流住滿清血脈。一直到近呢幾年，隨着時代開明，佢哋先慢慢公開身份。改姓唔係恥辱，係生存。載沣將王府獻俾國家後，仔女分到啲錢就各自謀生啦。溫和做幼藝園管理運，溫嫻入咗國企，溫如辦畫展，運寬做老師。佢哋用勞動養活自己，用專業技能獲得認可。皇族身份成為過去式，公民身份先係現在進行時。關曉彤被粉絲叫格格，唔係冇理由嘅。佢係瓜爾佳氏後裔，爺爺關學曾係著名嘅琴書泰斗。瓜爾佳氏喺清朝係滿族8大姓之一，祖上出過鰲拜、榮祿咁樣嘅大人物。關曉彤從細講一口流利嘅老北京話，屋企仲保留住啲滿族規矩。經自己喺節目裏面講過，佢係多爾袞嗰一脈。原本嘅滿族姓氏係烏拉那拉氏，後嚟改姓。烏拉那拉氏分葉赫、哈塔、威佛、烏拉4個分支。經屋企係烏拉那拉，多爾袞嘅阿瑪就係烏拉那拉氏。不過網友質疑多爾袞邊有後人，經後嚟都唔點提呢件事啦。那英嘅姓氏最明顯，葉赫那拉。佢阿爸那熱星曾經出現喺溥儀嘅家族照片裏面。葉赫那拉氏清朝滅亡後大多改姓那、葉、南、白。那英同慈禧太后都係葉赫那拉氏後裔，但唔係同一支。那英身上嗰種霸氣全開嘅氣場，
站喺舞台度啤藝全場嘅感覺，確實有啲皇族遺風。郎朗嘅祖母係鈕祜祿氏，鈕祜祿氏係滿族最尊貴嘅姓氏之一，出過好多皇后。郎朗唔附祖上血統，成為國際知名嘅鋼琴家。關之琳同周海媚都係瓜爾佳氏，關之琳係雙藍旗，周海媚係雙白旗。兩人細個嗰陣都係香港數一數二嘅美女，可能都沾咗祖上血統嘅光。嗰個年代名門望族娶老婆都揾長相好嘅，一代代傳落嚟，出美女嘅概率確實高啲。佟大為係佟佳氏，佟佳氏都係滿族八大姓之一。順治帝嘅生母孝康張皇后就係佟佳氏。呢啲明星有嘅傳承咗祖上嘅藝術天賦，有嘅繼承咗武術基因，有嘅生咗一張祖傳嘅正面。但佢哋可以喺各自領域站穩陣腳，靠嘅唔係血統，係實力。從醇親王府到熒幕舞台，從格格到教師、畫家、演運，皇族後裔用咗100年完成身份轉換。溫寬臨終前嗰句話講得明明白白，家族可能係歷史嘅罪人，但個人可以為社會做啲事，就係最大嘅榮幸。血脈延續嘅唔只係姓氏，更加係對各自事業嗰份執着。好啦，以上係本期嘅內容。如果你鍾意我哋嘅節目，歡迎訂閱、點讚、轉發，感謝大家嘅支持。